这方面通过全台湾几内个县市拢是落大雨的天气，台东红头树毋但是积水，也有水崩山的灾情。另外，伫高雄也有落雷公雨，一寡路段是淹水60公分悬，300多户停电点外钟。也若伫嘉义的山区大华公路159线，也阁有第18线，拢有土石崩落来的情形。落大雨，国检单位讲，大水后致使车路淹水，山溪急涨，沙土甲车路炸裂。原本要骑车去港口坐船的游客袂得过，业者带因一步一步行过去，实在真危险。南市乡公所讲，早起雨势较大，亲像夜游国小往虎头坡、甲开元港附近的野溪拢有土石流，嘛有几领搭较南的所在淹水，会先来排除土石流的状况。过野游小区开元港那边，附近有一个野溪，那边有土石流，目前厂商正在进行做排除。往狼岛部分会有几处是低洼有积水的部分，那因为我们先优先把土石流来排除。高雄早起嘛出现短时的强降雨，珠江区信义路以行淹水上悬有到60公分，有自小客车掉入水里，民众看到赶紧挖拔条路。好，对啊。后来区因为单位讲，当地超过300户失电，台电赶紧电2点钟来抢修复电。该关山区受几若大石头落来，159架线28公里处，因为崩山路桥通路封锁，第18线79.3公里处，达崩口往石道100公尺的所在，拢有蓝蓝闪闪的石头落落来。虽然会当通用，不过要通过嘛是爱细致。台南市路边树倒落，缀着2架小客车，加载无人受伤。方面影响，恐惊台湾西半部到拜山进程，拢会落局部大雨，也是大水雨，民众要出外也是爱注意。记者综合报道。